过来是这个台中的购物节抽大奖，头奖是好体一间，早起10点外抽出来了。市长罗秀燕亲身打电话来通知，得奖的民众唔敢相信，一直问讲，即摆是民国几年咧？敢讲是咧做民望咧？伊讲哦，伊是到台中耍2天1暝，买2000外块的电子产品，想袂到会当伫个1亿8千外张的发票当中去互抽到，实在有够好运。 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，陈小姐。着好夜厝大奖的民众接到市长开电话，唔敢相信破讲，敢真的？真的还假的啊？这是真的吗？现在是民国几年了？姓陈得奖的民众惊甲问市长，即马是民国几年？一直确定家己敢真正得奖。伊讲家己多来台中耍2天，买2000外块的电子产品，想袂到会着台中购物节的上大奖。 北区挖进火车头的1000万好业厝，组1亿8千外张抽奖券幸运互抽出来。今年 APP 下载的次数是109万啊，将近110万的人下载我们的 APP， 表示全国民众都很关注这个购物节。市府强调，今年伫振兴券的加持，发票登录金额高达291亿 ，APP 下载量嘛超过109万次，比去年加3倍以上的下载量。抽奖的人数嘛比去年更侪。 成功带动台中的经济发展，不过嘛开袂少钱，尤其是开220万车的台根人谢金燕，敢若来台中一摆，连上尾啊抽奖嘛无来。因为这个谢金燕现在人在国外演出，那这次呢，他帮我们台中购物节成为代言人，那第二也帮我们推出广告。 罗秀燕讲，因为艺人档期的关系，无法度来。不过顶摆100万现金的时有来抽奖啊，只是难免的，互民众感觉开这么侪钱，请一个代言人，阁不如把钱放伫奖项当中。